关疫情的消息，随着疫情的发展，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昨宣布讲取消10连制，为今日起以着台湾社交距离 App 来代替。这个 App 的功能主要是透过手机的蓝牙，就是无线的传输系统来侦测使用者感受甲这确诊者有过密切的接触，进一步来提醒甲通报。因为目前有真侪乡亲也未下载启用，尤其是有一寡老大人根本就未晓用。 过去呢，去店家呢，必须要做一个动作，扫 QR code 上传简讯的这个动作呢，已经取消了。是咱这取消今日历史，即马扫 QR code 传简讯嘛，无法度传，即马要改用台湾社交距离 APP。 伫手机啊，使用这个 APP 的功能，主要是透过手机的蓝牙来侦测使用者敢有和较真正有密切的接触，然后进行通报。不过，这个台湾社交距离 APP， 这个不好意思，我还没有下载，还没有下载，有听过吗？有。少年人知影无下载，嘛无清楚，啊那是大人。我已经有岁数的人，我什么都不懂。我拢袂晓用，太复杂呀。我唔知啊。几啊位60、70岁阿伯根本唔知影迄是啥，不过是有人真早都已经在使用。你要实施这个制度，就要说全面推广。所以的话，有的甚至于我确诊了，我也不见得回报。虽然感觉功能袂歹，不过要受康胖，其实这个台湾社交距离 APP 伫网络顶早就有教学影片。进入了这个页面后，一定要记得点击开启接触通知功能。 教大家安怎使用，只是定数比10连制扫 QR code 更较复杂。对有年纪的人来讲，恐惊因为未晓用，所以就无下载。安尼，这个 APP 的效应，搁会当达到偌济，要需要观察。 生生不息，宏观视野，我是申宏。想要看体育新闻，就要赶快看华视新闻，赶快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哦。